台湾副世节，一般讲台湾拍鱼，合法讲世节的，也是台湾特有的淡水鱼类。阮摆睇河巴内陆看得到，不过俺哋内话睇超过的有污染水源，世节的都引来引少的。农委会2009年4月的含屯世节的公告咗为切黑的保育类野生动物。本单提名路方卖保笋泡菜的林友成，比到的消费者对幸福的的5年前一路归到南投埔里一心沙区，我也爸爸改用邮寄的方式来种保笋。过程当中，伊发现伊能沙区有3条河坝有世节的，不过引来引少的。2年前一路开始来复育。现时世节的已经对本单的8条增加到5000条的，也代表伊人的环境一定好，是产业清好的广告，消费者同游客也变多的，带动地方产业很个多样。林友成希望向沙区的人向下来做，安尼菜地产业同生态如是的相帮相腾。5月底是埔里高速和后的时期，埔里附近的一线沙区，可能过去蔓延的高顺头都跳脚枪，上到猛吉江，也规太片的高顺田是在水源头，免是台湾特有种胖鱼的，也有人讲是几百叶古生的蔬菜。这只鱼本来就很喜欢涌泉口，然后它喜欢的习性就是30公分到100公分，它不喜欢很湍急的水流。5月底是几百叶而传到岩时期。也江前的水含过从浓浓的浅水区，就会几百叶古生上岸的蔬菜。几百叶是台湾长有的淡水鱼，种土有是水可海、玻璃、鱼翅也3种。不过也鱼翅已经看唔到其他地位。另外的玻璃也就讲你好似有好强力的几百叶，渐渐就会形成高顺的问题。在茭白笋开始采收的时候，它需要大量的水。所以它在水源的时候，在上游的水的农民就会把水引到自己的农田。那他没有说顾虑到说河流里面的鱼类，不管是台湾白鱼或者其他的鱼类，他还是希望水源的一个部分。没想到也跟高顺泡菜有改变的玻璃种的几百叶，可能会卖得的有名。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在网络上卖茭白笋泡菜。卖了2年之后，就发现说很多人追着你跑，他就觉得说你到底是不是自己家里种茭白笋，还是都是在骗人的？那就开始就有人进来我们的田区走一走，他就会问我说：“林小姐有没有撒药啊？然后林爸爸这里有没有撒药？”因为我们跟客人讲说现割的茭白笋很好吃，后来我们就开始走有机认证，然后绿色保育田区认证这样子的概念。我手提这个呢。昨天怪夜三同家爸爸共下落田，见讨论高顺的情形。佢係林友成，遇到嘅消費者食到有刺有安心嘅高順。5年前佢轉到家鄉開始做有機耕種，就按呢陸續嚟做幾百嘅復育。有技術咧，用成講會減少啦，佢都冇會從會試咩。啊，我個呢個配料咩配料咩自天的配料，唔係講啲青菜喺地方買來買做的，我家都反對的。我們走了有機認證，那有機認證，那我們推動農村再生，那我們就有一些生態的課程，我們就跟着專家，然後學者一起到我們的流域裡面去採集。後來發現，我們社區裡面有3條溪，裡面都有台灣白魚的聚集。可是因為環境變遷啊，然後就是大量的使用農藥跟化肥，讓這些魚都不見了。那其實這隻魚是一個環境上的一個指標。彼度嘅有產環境用摩托嘅方式嚟耕種，高順已經少數一半嘅。彼度嘅復育幾百葉，林友成係要佢家爸爸用出2分之來比用，2隻也是有得為大拗口。不過林友成唔但搶當堅持。還講到連配的耕種人也共下來做。種個本嘅個做個生態池啊，嚇，係個，我無算咁講種幾多條，你知冇？條位落火嘅嗬，種個掠鹽啊一年啊，意思嚟講唔現了。
一年大概会损失大概种植大概面积这样子，大概会十来万左右。可是农民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土地，让白鱼有个家，有一个种源池。那我们就从120条里面，那现在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家的一个复育池大概有2000尾，那整个社区下来有5个复育池，大概从这2年前到现在大概有5000条左右。现前係木头工作，本錢一出，家爸爸就開始燒，會賣唔出去。故做賣係零有錢，前台嘅考驗。剛開始我覺得產銷問題是在第1年的時候，就是在你轉型第1年的時候，你沒有標章，就算你要上有機通路的話，沒有人要找你，那你就是不知道賣給誰，完全不知道。人家講說，一斤130，有鬼才會跟你買。剛開始我是找尋了一些就是去展攤，然後也透過了一些對農民發聲的一些團體來幫我們寫一些文章，然後也自己去賣，就是用這樣，然後也就是榮獲那個團員特別推薦的有機筍，就是這樣子不斷的去行銷。Facebook 名錄任何嘅行銷基地都起次，韓國復育100嘢當成功，也就表示也就非嘢嘅環境當站係當好嘅團員，產業行銷同生態運用，做嚟講係上幫上體嘅正能量。來到我們的社區，它其實有魚、有蜻蜓、有蝴蝶，然後有一些鳥類。那其實我們就是在做一個友善的一個循環。那這個白魚就會變成我們環境上的一個指標。而家賣60個都賣100年嘅，佢可能銀下嘅來了嘅錢啦，體驗嘅錢啦吼，那個了就會10盤啦吼，10船嘅錢啦。雖然講少較少啲啊，安尼唔係好價，因為布都轉嚟啦。啲冇米料，村上村下整理太空包，佢係慈生田。100年對學校退休，轉到家鄉來做木米。佢當然同社區用復育100嘢來營造生態環境，也下佢就嚟配合社區來做產業轉型，嚟免費提供土地來幫農業嘅也得護生。我哋比呢自然環境同好，四面攏輸嘅，無安尼其他農雜啊呢噴作嘅地位咁嘅現象，所以我哋其實哋看了喺度講，我哋做棲地營造，做陸棲地營造做嘅，唔是可以講把保育動物啦嗰條，所以哋做很好適合，很好做這樣子，就是什麼昆蟲啦、鳥類啦，吼動物，其實都要進化了樣。它其實就是變成一個客人會來的一個景點。然後客人會因為環境好而過來，然後過來的話，不僅是說買我的茭白筍，或者是買這邊的木耳，或者來這邊喝咖啡，然後買百香果，這些都會創造它點對點的串點。大家年年都落起來打團體戰，林友成大幫復育100嘢，老友山當中嘅好結抗他嘢，產業同環境形成嘅好嘅循環。